屏东的新园乡第27线南兴路有台自来水的管线，今仔透早5点外，车上的时间煞造成管线爆开，路面嘛逼开，附近的客家佮饮水，民众是真无奈。 天尾光5点外，监视器翕到马路向出现大量的水，汽车经过了，路面竟直接逼开，大量的路过麦水，佮引入去附近徛家甲店面，民众二到一透早起床，看到一楼全是路过麦，拢讲去，赶紧清理。规间引入来了，嘿，啊，这个泥浆溢进来那样，那最它这个差不多5趟啊，一爆就不可收拾，就一直冒啊。 我的水都淹到民宅。对啊，都淹到民宅。这两边这个区域最严重，因为它爆点在这里爆的。怪手将逼开的路面挖起来，事发伫屏东新园乡第27线南兴路瓦林头路的路段，范围大约50公尺，造成马路破损淹水的凶手是进前拄台好的自来水管线，原定移到汽水，想要到厂商半暝加压的时阵，却意外造成马路大面积崩落逼开。这个位置是刚好是管道的位置，它那个。 上那个要做一个固定台，但它固定台的强度不足，然后就弹开来造成这个路面破损。马路大面积毁损，造成南兴路双边交通拢未通。自来水公司派怪手顶机具抢修，公路局表示，南兴路对水管逼起的所在，到甲中和路交叉的路口，长大约1.9公里的路段，透早全线管制，会要求台水赶紧抢修，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记者陈环宇、寇正准屏东报道。